大家單位裏面啊，呢個係海之戀嘅兩房單位，開放式廚房啦，設備齊全，有晒微波爐啊、電磁爐、抽油煙機、雪櫃、冰櫃，同埋洗衣機。呢度係大門關位嘅位置啦。咁有少少走廊位，但係都可以一般 fit 到本身嘅鞋櫃啦。開放式廚房提升咗整體客飯廳嘅空間感。咁一入門咧就見到係方正嘅大廳啦。咁呢邊係做客廳。咁一般呢邊擺梳化啦，可以望到海景；呢邊擺電視櫃。咁呢度咧仲有露台啦。望返優美嘅景觀，仲可以望到內園景添。內園有個非常之大嘅平台花園啦，咁下面呢亦都係有商場啦，同埋係西鐵站嘅上蓋。呢度係大型嘅會所設施，一應俱全，非常之方便。打風落雨都唔使怕。而睡房方面啦，咁冇乜窗台位啦，非常之實用，而且大窗框啦，透光度十足。共用嘅浴室方面呢，都係時尚嘅設計，配置浴缸。而主人房啦，都係非常之闊落實用。呢邊呢可以擺一個大型嘅衣櫃啦，呢邊擺到5尺床，每朝都可以睇到呢個優美嘅景觀。如果對單位有興趣嘅，歡迎同我 call 預約及查詢詳情㗎。